因来洛西亚顶日是进行战略协助部队的战备演习，包括对陆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核动力、战略长水弹和战略轰炸机拢有参与演习。即马针对外界咧讲，北韩亲像有1万的阿兵哥要去甲洛西亚斗3工去拍乌克兰参加战争，美国是表示，因遮阿兵哥已经有一部分进入库斯克地区。也毋过，洛西亚有网络媒体是认为，北韩直接投入战争的机会可能性真低。射程超过11000公里的 RS-24战略飞弹对普列谢茨克基地试射场所发射升空，先要拍到远东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区。另外，罗西亚海军也出动2架核能舰舰，分别瓦军北极海的克拉半岛海峡，也有远东的鄂霍次克海，试射这个长程飞弹。另外，相关新为协部强大战力的长程轰炸机 Tu-95也伫暗时起飞执行试射顺一飞弹任务。Мы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м, что именно ядерные отряды продолжаю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, позволяет решать задач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,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ядерный паритет и баланс сил в мире как объект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. 这摆演习除了予20多年的 RS-24飞弹以外 ，Tu-95已经是老古董级的飞行机啊。也来参与演习的舰舰，其中1架也是予超过30年的 K-407。俄方指出，这摆演习的目的之一是回应北约组织伫10月中旬伫西欧地区的协部战备演习。另外一个引起外界真关心的议题，就是乌克兰甲伊后壁支持欧美国家。最摆指出，北韩已经派出1万名部队，准备要来参与对乌克兰的战斗。美国方面并且正确定，而且有根据来三成功，已经有小部分的北韩士兵进入库斯克地区。Mr. President,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in Kursk, in Russia? I am concerned about it, yes. Should the Ukrainians strike back? They cross into through Ukraine, yes. 对此，罗西亚政府无否认也无确认。也来新兴的网络媒体 Reuters 是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讲，北韩目的是要互朝鲜人民军学习现代战争的技术，尤其是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双方拢大量使用的无人机这方面。也来北韩士兵直接进入战场，甲乌军面对面来战斗。Reuters 认为讲，这个几率是真低。公视新闻，徐嘉玲编译。